各位觀眾朋友好，今日想同大家講一件事。如果你平時去羅湖或者落馬洲，仲好似以前咁傻乎乎直接拍卡過閘，咁你真係虧大咗啦！你知唔知自己每日白白送咗幾多睇幾錢俾港鐵？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大公開一個喺上水站嘅財富密碼，用咗呢個方法，你可以即刻激慳40%車資。呢個絕對唔係咩偷雞摸狗嘅衰嘢，而係全香港最精明嘅老人家每日都默默做緊嘅慳錢大秘笈。如果你到今日都仲未識，咁你真係要坐定定聽我由頭到尾幫你算一筆賬啦。好多人平時放假或者週末都中意上去深圳行下街，食下酸菜魚，按個摩放鬆下。尤其是依家兩地往來咁方便，由市區搭東鐵線一條直達羅湖或者落馬洲，真係話行就行。不過大家每次過關嗰陣，有冇留意到自己張八達通到底扣咗幾多錢？由市區好似旺角東或者紅磡出發，一過咗上水之後，嗰個車費就真係好似坐火箭咁飆升。單單係上水到羅湖呢個一站之隔嘅距離，港鐵收你嘅車費就貴到令人肉痛，直情係搶錢一樣。好多人覺得，既然都要去到邊境，貴一貴都冇辦法啦，唯有夾硬吞咗佢。但係原來，只要你肯喺上水站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成件事嘅好處就完全唔同晒。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話，係咪叫我喺上水站出閘，然後去商場行個圈再入閘啊？定係叫我轉巴士啊？轉巴士去文錦渡或者沙頭角？又或者去元朗轉 B1 巴士落馬洲？嗰啲方法一來要日曬雨淋，二來要排長龍等巴士，時間成本扣埋落去，根本就唔划算，分分鐘仲攰過返工。我今日教你呢個上水站嘅財富密碼，係最舒服、最直接，甚至你連月台都唔使離開太久，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幫你慳返一大筆。呢個方法嘅核心，其實就係利用咗港鐵自己系統內置嘅車費計算漏洞，或者叫做佢哋專門為某啲精明乘客留低嘅優惠空間。大部分人由市區坐東鐵，一坐就坐到尾，中間完全唔喐。當你直接由旺角東坐到羅湖，港鐵系統就會當你係普通跨境乘客，收你全額嘅跨境附加費。但係如果你喺上水站落車，行出閘機，然後喺1分鐘之內再拍卡入返閘，繼續坐下一班車去羅湖，你估下會發生咩事？我哋依家就即刻用數字來實測一下，計一計呢筆數，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呢個係財富密碼。當你由市區出發，普通成人八達通如果直接由紅磡一程過搭到去羅湖，個車費大約要接近50蚊。但係如果你將呢個行程一拆為二，第一程由紅磡坐到去上水，普通車費大約係20幾蚊。當你喺上水站出閘，跟住即刻入返閘，第二程由上水坐到去羅湖，呢一程嘅車費雖然都因為跨境而貴，但兩程加埋一齊嘅總數，竟然會比你一程直達平咗好多。最厲害嘅係，如果你仲持有埋其他港鐵嘅優惠，例如係港鐵都會票，或者你係利用緊一啲特定嘅全月通加簽優惠，甚至你係啱啱好符合咗某啲推廣活動，呢個出入閘嘅動作，直情可以將你上水分段之後嘅車資再打多個折。特別係對於全香港嘅老人家來講，呢個更加係公開嘅秘密。你平時朝早或者下晝去到上水站，只要你留心觀察一下，就會見到好多銀髮族公公婆婆，佢哋明明架車係去羅湖嘅，但係當架車一停上水站，佢哋就會成班人好有默契咁一齊衝落車。佢哋唔係去上水廣場買嘢，亦都唔係去石湖墟飲茶，佢哋係集體行去大堂個閘機度，將長者八達通或者樂悠卡都一聲出閘，然後轉身又都一聲入閘，再好斯斯然咁行返落月台，等下一班或者甚至係同一班車繼續出發。點解班老人家咁精明？因為佢哋活咗大半輩子，對數字最敏感，邊度有便宜佔，邊度有數計，佢哋一清二楚。老人家用樂悠卡或者長者八達通，平時喺本地搭車有2蚊優惠。如果佢哋由市區直接坐到羅湖，因為跨境車程係唔包含喺政府嗰個2蚊乘車優惠計劃入面嘅，所以港鐵會收返佢哋長者嘅跨境正價，雖然比成人平，但都要成20幾蚊。但係
如果呢班老人家識得喺上水站落車出閘，因為由市區去上水屬於本地車程，所以佢哋第一程只需要俾2蚊。出閘之後，佢哋再入閘坐上水去羅湖嗰一站。呢一站雖然要收跨境錢，但因為少咗前面本地車程嘅搭加，兩節數加埋，分分鐘比一程直過慳咗接近一半。你話班老人家點會唔做？全港老人家都做緊嘅嘢，絕對係經過時間同金錢考驗嘅真理。除咗老人家之外，我哋普通打工仔、年輕人，甚至係經常要上去深圳開會、公幹或者探親嘅商務人士，呢個方法一樣咁行得通。你可能會話：哎呀，我平時返工已經咁攰，放假上去深圳玩，仲要我喺上水站行上行落，好麻煩啫。為咗慳嗰10幾20蚊，好似唔係幾值得。如果你係咁諗，你就真係太低估呢個財富密碼嘅威力啦。我哋來計一計長遠嘅賬。假設你一個月上去深圳4次，來回就係8程。如果一程幫你慳15蚊，來回就係30蚊，一個月落來就慳咗120蚊。一年有12個月，計計埋埋你就白白慳返1440蚊。呢1000幾蚊已經夠你喺深圳食幾頓好豐富嘅海底撈，或者去山姆超市瘋狂掃貨幾大袋，又或者去按摩揼骨揼足幾次啦。呢啲全部都係實實在在可以留喺你自己袋入面嘅真金白銀，點解要平白冇事送俾地鐵公司呢？而且大家唔好以為喺上水站做呢個動作好大工程，上水站嘅設計其實非常之方便呢個慳錢大法。東鐵線由市區去羅湖方向嘅月台，同埋去大堂嘅扶手電梯位置，其實好近。你只要喺架車到咗上水站之後，行上大堂，個閘機就喺正扶手電梯口附近。你行過去拍卡出閘，基本上連3秒鐘都唔使，然後行隔籬個入閘機再拍卡入返去，跟住就可以直接行返落月台。成個過程如果手腳快、步履輕盈嘅話，30秒到1分鐘之內就可以搞掂。好多時候，如果你喺前一列車卡落車，甚至可以趕得返同一班車，連等下一班車嘅時間都慳返。就算你趕唔到同一班車，依家東鐵線去羅湖或者落馬洲嘅班次咁密，2-3分鐘就有一班。你喺月台玩下電話，呼吸下上水嘅新鮮空氣，下一班車就已經到咗。用1-2分鐘嘅時間去換取4成嘅車資折扣，呢個時薪回報率仲高過你返工打字啊！另外，我仲要教埋大家一個進階版嘅財富密碼。如果你平時去深圳嘅頻率更加高，譬如你係跨境返工嘅人士，或者係做代購，經常要兩邊跑嘅朋友，你除咗可以用上水分段出入閘呢一招之外，你仲可以配合港鐵推出嘅全月通一齊用。你可以買一張上水去全港特定車站嘅全月通，咁你每日由市區去上水呢段路嘅車費基本上就已經封咗頂，變成非常之平。當你手持全月通去到上水站出閘嗰陣，本地嗰段直程好似唔使錢咁，然後你再入閘搭去羅湖，咁樣搭加起來嘅折扣率甚至會遠遠超過4成，直逼5成甚至6成。呢個方法喺跨境上班族嘅圈子入面，基本上就係生存技能，大家心照不宣。講到呢度，可能有些比較謹慎嘅朋友會問，咁樣做到底有冇違反港鐵嘅附例㗎？會唔會被查票員捉到罰錢㗎？大家可以放100個心。港鐵嘅附例只係規定乘客唔可以無票乘車，唔可以一張卡2個人用，或者唔可以喺收費區入面逗留超過定明嘅時間限制。而我哋依家所做嘅係完完全全合法、合規、合情合理嘅正常乘車行為。我係用自己嘅八達通真金白銀俾足錢出閘，然後再真金白銀拍卡入閘。港鐵本身亦都有喺車站大堂設立閘機，目的就係俾乘客出入。乘客因為個人原因覺得行到上水站想出閘行下，或者突然之間改變行程，甚至純粹係想出閘呼吸啖空氣，之後再決定入閘去羅湖，呢個係每位市民應有嘅乘車自由。港鐵系統既然設定咗咁樣嘅收費架構，佢就必須要承擔呢個架構下所產生嘅所有計法。所以大家做呢件事嘅時候，完全唔需要心虛，
更加唔需要鬼鬼祟祟、理直氣壯咁行去拍卡就得啦。其實點解港鐵會出現咁奇特嘅收費現象呢？呢個就要追溯返歷史啦。大家都知道，羅湖同落馬洲呢兩個站，本質上係邊境管制站，唔係普通嘅住宅區或者商業區。政府同港鐵由幾十年前開始，就將呢兩個站列為跨境特殊車站，入面包含咗龐大嘅邊境設施維護成本，同埋當年起鐵路時嘅特別融資計算。因此，港鐵一直以來都喺呢兩個站收取極之高昂嘅邊境附加費。相反，上水站就係新界北區一個普通嘅市鎮車站，服務嘅係本地街坊，所以上水站嘅車費係跟返本地車資結構來計算嘅。當你由市區一程過搭到羅湖，港鐵個系統就會用一個跨境大口價來直接套用落你成個車程度，將你本來屬於本地車程嘅路段都用咗比較貴嘅比例去計算。而當你喺上水站一分為二嘅時候，你就等於成功將本地車程同跨境車程切換開來，強行要求港鐵個系統分開計數。咁樣一來，港鐵就冇辦法喺你前半段嘅本地路段度抽你跨境水，你自然就可以成功慳到大筆金錢。有好多人會問，既然呢個方法咁好，點解港鐵自己唔大肆宣傳？或者點解港鐵唔更改個系統去堵塞呢個所謂嘅漏洞呢？大家試想下，港鐵作為一間上市企業，賺錢當然係佢哋嘅首要目標。如果每個人都識得喺上水站出入閘，咁佢哋每日會少收幾多百萬甚至上千萬嘅車費？佢哋當然希望越少人知越好，最好大家個個都做大花筒，一程坐到尾，等佢哋可以安安靜靜咁賺大錢。至於點解佢哋不更改系統？因為如果佢哋要更改系統，去強行限制上水站短時間內出入閘嘅乘客，咁就會波及到好多真正有需要嘅普通市民。譬如有人返到上水站，突然發現自己帶漏咗嘢，要出閘交收，或者有人喺上水站約咗朋友交收完，又要坐車返市區或者去其他地方。如果港鐵夾硬去懲罰呢類短時間出入閘嘅人，一定會引起全港市民嘅強烈投訴同不滿。再者，要重新編寫成個港鐵網絡嘅收費邏輯同算法，涉及嘅技術同行政成本非常之巨大。既然呢個漏洞依家主要係一班精明嘅老人家同埋少數識貨嘅人喺度用緊，港鐵高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唯有隻眼開隻眼閉，由得大家繼續用。咁既然地鐵公司都預咗俾人咁用，你作為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如果仲傻更咁直接過閘，咁你真係對唔住自己個荷包啦。講返轉頭，香港依家整體嘅經濟環境，大家做市民嘅都深有體會，賺錢唔容易，生活成本又越來越高。一餐茶餐廳早餐都要40幾50蚊，搭返工返學嘅交通費又年年加。喺呢個大環境之下，我哋更應該學識點樣去精打細算。慳錢唔代表我哋生活得好寒酸，相反，呢個係一種智慧，一種積極面對生活嘅態度。將本來要貼俾大財團嘅物價日價，透過我哋自己嘅一雙手、一對腳，用合理合法嘅方式拿返來，呢個就係所謂嘅小市民生存智慧。除咗上水站之外，其實香港嘅交通系統入面，仲有好多類似嘅分段收費或者轉乘優惠密碼。好似好多巴士線都有提供雙向分段收費，如果你落車嗰陣記得去特定嘅拍卡機拍多次卡，就可以退返一部分車資。好多人因為而麻煩，或者根本唔知有呢回事，每次搭車都俾咗全額長途車費，無形中每個月都蝕咗好多錢。所以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上水站呢個財富密碼，就係希望幫大家打開呢扇門，等大家明白，只要肯多留心身邊嘅資訊，肯稍微行多2步路，你就可以喺生活嘅方方面面度幫自己省下一筆可觀嘅財富。下次當你有計劃同屋企人或者同3、5知己上去深圳食喝玩樂嘅時候，記住啦，當架東鐵線列車慢慢駛入上水站嘅時候，唔好再顧住睇手機，亦都唔好坐喺度定咗型，望下周圍，跟住班精明嘅阿伯阿婆一齊起立，拿好你張八達通或者樂悠卡，當車門一打開，就昂首闊步咁行上大堂，去到閘機面前，
聽過一聲清脆嘅刀聲，出閘，轉身，再聽一聲刀聲，入閘。成個動作要流暢，要充滿自信。當你行返落月台等車嘅時候，你可以望下身邊嗰啲仲喺架車入面，懵然不知自己已經俾人收多咗錢嘅乘客，你個心入面一定會有一種莫名嘅成就感，因為你知你啱啱用咗1分鐘嘅時間，幫自己賺咗一餐下午茶，或者幫屋企人賺多咗1-2盤美味嘅小菜。呢個上水站嘅秘密，今日我就毫無保留咁公開晒俾大家聽啦。大家聽完之後，千祈唔好自己一個偷偷地用，一定要話俾身邊嘅親戚朋友、阿爸阿媽、叔伯兄弟聽。特別係屋企有長者嘅，一定要手把手教識佢哋點樣用樂悠咭喺上水站分段。老人家平時最中意慳錢，如果佢哋學識咗呢一招，以後上去玩得開心之餘，反到來仲會係咁讚你乖，讚你精明。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個上水站慳錢大秘笈就差唔多啦。大家下次去羅湖或者落馬洲嘅時候，記得親自去實測一下，體驗下呢個1分鐘激慳40車資嘅神奇威力。祝大家上去玩得開心，食得盡興，最重要係荷包永遠都咁腫脹，錢越慳越多。我哋下次有緣再見，大家記住出門搭車要精明拍卡啦。